欢迎收看福喜来吼空比播，哇，劳动岛的戏曲强用吼客家，没有吼七家的戏曲个传统的客家采茶戏，还多呀客家台戏吼，经过动岛的改良过后咧，没有莫强用的呈现咯吼。今本日吼空比播咧，老大家小嘅就係啲客家戏曲吼落身推廣長久的用心采茶劇團咯，也就會帶來咧新嘅發通、新嘅表演，俾大家睇哦。然後就先來分享今本日來賓就係用心采茶劇團咧創團人哦，吼，蔡用心、蔡教總，吼。主持人、車手人吼，各位親愛嘅客家鄉親，大家好。嘿，哇！今日好正經同分析組的邀請到嘅教總嚟到現場哦，還有另外一位咧就係日拜嘅發通嘅導演吼陳導吼。你好，你好，大家好。嘿，哇呀！陳樂導演後面係第一版吼，算是第一次來，就是來導這個整個都是客家戲的，算是第一次嘛。因為像上一次的《霸王別姬》是副導演，對，指導是第一次。嘿，相信會有無共用嘅合作嘅經驗啦。一擺咧吼，也教總嚟到現場吼，聽咗老大家報本大家好空嘅東西，就係一擺咧帶本大家喺東風老西風結合嘅伊咧劇作啊吼，背叛反派啊吼。都得請呀，教總來睇下小記係用嘅呢戲咯。基本上佢啊係莎士比亞嘅作嘅一個那個戲劇本就錯啦。佢嘅劇本，使用嘅就錯啦。但是佢一個劇本等於講要寫按照排戲就係佢T 40出，佢寫劇本要吹到T 40出，但是失傳體戲啦。哦，都2-3年前，美國有一個一個專門研究嘅一個學者吼，佢簽出來了後，佢再個重新來編過，然後也做一個話劇，很多客家人對美國等於講去巡迴演出。嗰個上來係一個戲劇係啲美國就已經用現代嘅戲劇嘅方式已經有做過嘅，就錯嘅。美國咧一個話劇做過嘅。然後伊佢都認為講，日出戲出吼，愛伴全世界嘅人去提講，莎士比亞還有一隻戲出，所以佢就將一劇本伴世界各國，吼來用佢各國自家嘅戲出，自家嘅戲種去做，安尼佢要做一個像嘢嘅試驗樣嘅啦，結果。3年內有11個國家，有韓國人、日本來就係大家來做一隻出師。台灣對莎士比亞相當有研究嘅學者，就因自家客家人很多彭江戲教書，而家做呀台灣大學文學院嘅。日本沒有參加日本反派嘅啲劇本地度嘅改變。好啊，劇本係佢嘅，佢來了後，咱還有個學生很多陳芳教書，陳芳教書也讀師範大學目前，佢2-3年就將個劇本吼，很多目前啊，無上目前都來改變就錯嘅。唔係目前本日嘅劇團吼來使用啦。因為彭教授較早佢而且行業，佢也識因客家戲吼，親做上客家電視台時間，劇團邀請佢來做唱個安尼 V 嘅，做一個主持人嘅。了後佢也知道講，佢希望講客家戲吼做得有無同樣嘅一個方式，所以佢就。讓嚟商量參詳啦，吼，那個好嘅安好嘅事情，吼，就去年就開始來準備今年後台灣大學一個舉辦了很多莎士比亞嘅研討會嘅時候結合，在研討會所有世界各國嘅一個那個學者來嘅時間，係對。台灣大學一個戲劇呢劇場度吼，做2場。不過大家就知道吼，客家戲劇吼，即啲嘅其他條創嘅，還有佢嘅講嘅話嘅地度，可能咩尤其係客家啦，唔啲嘅寫呀劇本嘅時節吼，會有乜個困難嘅素材冇？因為有當到話吼，用客家來講嘅話，係唔係真難表達啊？
应该人讲，因为佢写的剧本係屬於等於講係過年嘅邏輯思考寫嘅東西。咩較文學一些咧？以文學嘅東西相當好嘅詞。對人客家嘅翻譯嚟講，有的冇乜嘅問題做得直接就按嚟講，但是有的我唔會押韻，有的也照佢按嚟講，行人睇唔識。因為有當到走私念嘅話，可能喺行人嘅話唔定得講嘛。就像也擺佢個戲術講，背叛。背叛安尼。係，你這樣事就背叛，但是人睇唔識，你講反派，按睇有都客家人較了解嘅意思係。不過也係短短咧，看明聽聽咧，相信吼啲台詞啊，吼啲劇本當中吼，也編劇啊，會做動作無共樣嘅改變吼。因愛到就太盡量照佢嘅安尼嘅方式去調整啦。不如講，禮拜佢因為也嘅安尼嘅劇本，同時在台台演出嘅時間，外國人簽到，如果佢愛中文直接有大英文，有中文有英文，佢可能你會簽無限哦，安尼對照安尼看定啊，係冇？佢在一個陳芳教授，佢本身寫文詞親好嘅東西，基本上係冇得佢改。但是如果佢打出來係這樣嘅，但是人唱嘅時間冇押韻嘅素材，人改聽。不過也擺後尾有一個機會吼，做對老陳樂導演吼做一個合作啊吼。呀，陳樂導演可不可以先介紹一下你自己也是跟戲曲方面，還是跟舞台方面相關的經驗嗎？我之前一直是學舞台劇的表導演的，然後又在中國戲曲學院讀了戲曲導演的碩士。所以算是也有一些相關啦，哈。對。可是舞台劇，大家所想象的舞台劇，其實跟戲曲大戲，尤其是客家台戲，就是客家大戲，其實有非常截然不同的，不管是服裝啊或者表演上，是不是有不一樣的呈現方式？舞台劇跟戲曲當然是不太一樣的，但是我覺得都是可以相互借鑑的，都有很多的元素是可以通用的。但是這一次可能又加上了一個語言的關係，這會不會更加困難？對，語言是因為我熟讀劇本，然後在排練的過程中，因為也不是第一次接觸這個客家戲，然後我會對照劇本，然後聽演員的詞，差不多也能猜出來。因為一直在排練的過程中，其實自己也可以抓得到一下它的詞的部分，這樣子。那你第一次，你還記得第一次接觸到客家戲的時候，你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嗎？有感覺上，因為其實是也知道，其實在大陸那邊也有很多這樣子的戲曲類，對豫劇啊或者京劇。那你接觸到客家戲的時候，你有感覺到有哪些的不一樣嗎？清新，輕鬆，輕鬆，對，哇。那底下看台戲的時間，我一點都不輕鬆，我整個一直聽，哇，他在講說，就是整個戲的風貌是輕鬆、清新的，然後而且我覺得就是因為我接觸的客家戲就是榮興客家劇團，很年輕的演員，非常有活力，這是對客家戲的第一印象。哇，唔講吼，也欣賞吼咩好嘅事情啦，而你應該談講吼，頭擺嘅時間，家家就有談到啲客家戲曲底度啊，常常都是因為都是老一輩的演員比較多，較多一些嘞，還忙用型呀劇團出來之前吼，喺較多就是比較多的，也就是比較老一輩的演員，常常老一輩的演員，他如果要演一些較年輕的公主啊，還是少女啊，係唔係本人嘅感覺，吼視覺上看起來會有一些差別吼，告狀有安尼經驗冇？家講有一句話講嘅唔係清真講嘅，榮興採茶劇團一開始嘅時間，個演員全部咩係老演員啊。一開始咩？就冇休上嘅吼。民國76年開始，嘅愛開始團開始做嘅時間，全部嘛係老演員，那會有後上演員。但是沒有問題。但是家嘅演員還蠻輕老啦。很忙。家演員嘅親後上咧，得30太郎歲。安尼韓做得吼，做落咩做得做後上年嘅事情。哇，都要哈。當然，佢啊就
亲后生的咩就爱70、80岁嘛。当然，这个情形是会传承。所以其实我76年体育场到台北新公园做噶，也很多200公园，个相当风通嘛。风通了后，开始台北市的也个很多个文艺季、戏剧季开始来邀请客家戏种。左右56年过后，开始就由客家乡亲观众，就我人来讲的啊，讲子명突出来，那个戏一红过后，该应该是17、18岁啊，但你看到伊从58岁。不过也真嘅係啲問題啦，係冇？係啊，就通情咧。當時這係冇辦法好解決嘅事情，因為嗰當時那有萬人去傳承啊，嘛係冇係啊，較少。還有我知道也係一個大問題，故說在84年、85年，嗰當時也請什麼，也個那個。吳伯雄先生，嗰陣時做總統府秘書長，還有文建會家嘅主委，很多昌叔們，還有嗰陣時咩有聽數嚟推廣一下也客家戲曲嘅部分。推廣嗰陣時就因為我哋有84年以國家戲劇院做咗以後，伊問我講有客家嘛，我講親客咩就係。後生人正經，嗰時候開始去做傳承，嗰時候將會有一下美麗的客家方言，嗰啲位開始從85年訓練一批人，跟住有講演繹啦，一條係有一批一下做主角嘅陳志豪啦，陳志豪。嗰時候都一下係呀，陳樂導演佢看到嘅時間就已經有動到嘅後生人嘅。哦，咁係嗱，嗰啲你上啊85年咩？係都一下。係嗱，85年，還有到90年嘅時候，嚟到嗰啲嗰陣時到台灣戲劇專科學校，開始做客家戲課。所以陳樂導演是大概什麼時間來跟龍興採茶劇團做一個接觸的？第一次的接觸好像是楊家新舊的那一年，我是隨我父親來，然後沒有參與這個導演工作。但那是哪一年，我可是不記得。3年前啊，3年哦，3、4。哇，所以算是還蠻年輕的接觸，才3年。所以你一接觸到了客家大戲，其實就是已經看到其實有很多的年輕一輩的演員這樣子。對。所以你在看到客家戲的時候，其實因為我發現其實我們客家戲客家台戲，其實它在唱腔上其實有很多的不一樣，老國語戲啊還是京劇，其實有很大的不一樣。你有發現他們的曲調的不同嗎？曲調我覺得就是比好像聽上去是比較輕鬆的小調，而且比較上口。因為京劇像這樣的豫劇這樣的大戲大劇種，好像不是每個人都能拿來唱的。但是客家戲就比較容易上口，有一些小段落還真是你看完了以後就很容易。我上一次來的時候帶着我的小女兒回去，她就能唱了2段，她自己唱得可好哇！怎麼感覺哇這麼平易近人？是的，就是就比較容易上手的感覺。對，比較還是我覺得比較容易接受，腔很好聽。真嘅，哇！家下有聽到要討厭來講到客家戲曲嘅部分咯。唔過客家戲曲啲度咧，還係要講到重要嘅部分。等下將唱呀教眾來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先來看一下。好，歡迎進到現場。今日好，孔比波本大家第一咧，就係用心採茶劇團吼，而嚟最新推出嚟一個戲劇哦，叫喊做反派吼。然後就先請吼呀，陳樂導演吼，都得老大家分享一下。像你剛才有講到了舞台劇跟戲曲，就是像尤其是我們客家大戲好了。其實這一次你做了哪些不一樣的結合？會有一些了，就是。
但是这个戏在原则上还是遵从了传统戏曲的风格，就是一个正宗的传统戏曲。但是我们的可能不一样，是在排练的过程中跟演员的交流，包括对演员的一些启发和训练，这个可能有一些舞台剧的元素在里边。因为我们的戏曲演员都是口传心授的嘛，老师怎么教我怎么学，然后固定的程式，可能对于感知啊、感受力啊，包括舞台的判断这一块儿，它是缺少的。所以在排练的过程中，可能这一部分会加入一些。所以像这一块的话，是要怎么跟演员去做一个沟通？因为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唱大戏的，然后你现在可能要用舞台剧的方式的话，可以加入哪些可以让他们更深入的了解这个角色？对我会用一些舞台剧的方法，就是比如说心象的建立了。我们舞台剧讲建立心象，就是要找到一个先跟这个人类似的那么一个熟悉的形象，包括这些启发，包括我让他们想象，对，打开自己记忆的这一部分，包括对于物理环境的感受，比如说桃花鼓，我就会想你们得想一想桃花的那个香味儿，然后那个泥土的湿的感觉，这个可能是戏曲演员会欠缺的，他们一直以来没有这种训练。可是这一次我们一看到这个剧名叫背叛的时候，我想说哇，这里面是不是有非常多的对立的关系？因为讲说背叛，可能无论是情爱关系还是一个国家政治关系，其实这种背叛其实是一个蛮重的一个词。所以其实导演自己在导的过程中，所以你会把它定位成哪一方面？这个是编剧在编的过程中他就已经定位了，我们在遵从编剧的基础上，然后做了一些就是等于就是说风格样式上的调整吧。这个背叛它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的，不管是家国也好，爱情也好，反正是一个家国爱情故事。小情小爱到大一个，对，大忠大义的梦汹涌就做嘅。那高中也就可能会唱来小给一下因为也客家台戏也摆有老呀沙翁的剧作来改做一个客家大戏来做一个改编的时间嘿唔嘿？因为看到客家台戏的时间，佢就会有一个历史感。听说诶，老给郑州郑州就系咧我们可能中国的一个历史剧部分嘿唔嘿没会做一类给他老协调跟编剧上，可能他们的时代定位冇相用基本上，刚才导演讲过的，佢写剧本的人，佢基本就写以清楚的，佢写唔係廿下現代嘅劇，等於講佢有一段時間呢，佢也有講，係無論係第一個國家係冇，然後對佢本身的想法，佢如果講佢將個戲出一本各國廿幾隻國家嘅戲種來做。故說佢唔會希望係拿愛從嘢學習莎士比亞嘅方式來做，話劇嘅嗰種方式，而這唔是個國家一隻劇種嘅表演方式來做。故所以當然會鬧到講我一看到嘅不中不西不得不起嘅戲，唔會，而係來看到係呢千完整嘅客家戲，只不過也杜康嘅故事係拿莎士比亞作為嘅故事，佢認為反派也就可能反派國家嘅政策，可能係反派一個愛情，本來頭擺就阿爸父母結天呢，人講用鋼琴呢，你看人家的後生人自由戀愛，我以為咧衝突就錯嘅，係啦，但是。對一下嘅情形來講，看起來就不一定係反派。嗰時喺高中來看嚟，因為而家有講過咩也擺喺老沙翁嘅劇作嚟做一類改編，做一類台灣客家戲劇運用嘅來表現嘅一類形式咩？喺唔來看呢把看過幾集嘅故事嘅內容你知道佢就真經啲都有咧反派嘅一類歌唱當然有啊，喺無嘅都無法話要做嘅戲啊，做嘅戲嘅歌唱出嚟做佢，用誒無照本來設計好些方式去做嘛，咁樣就會有反派嘛。但是前一輩一個人嘅結果係對外
家人来讲，假使我今面迄按24出名，那就我按叫做天衣啊。哦，一切就会填一啦，吼。天衣啊。冇辦法的事情就做嘅，唔過亞擺吼，剛剛沒有講過嘅吼，就係亞客家戲曲吼，無論係客家還係歌仔戲啦吼，家家啲台灣啲做一類演出的時間，就會有一類字幕6片，就會有字幕。唔啲亞陳樂導演吼，就是你們在你們那邊，其實在做一些戲曲的呈現的時候，也會像台灣一樣，其實會有字幕的嘛。会啊，会一样要对照着看。所有的戏曲都有，都有。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因为其实，在舞台剧的方面，其实常常不会用字幕的形式，其实讲什么是听得懂的方式。那如果一旦变成了戏曲的方式，无论是在台湾，你还是在你的国家的时候，其实都会用一个字幕的方式。其实这样子看来，其实陈乐导演，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这应该讲干扰嘛？你还是觉得是一个辅助？哎呀，对于已经很了解、很熟知一个剧种的观众来说，它构不成干扰，因为他只要靠听就能听得懂，所以他就不用去看那个。但是对于不了解戏曲的新生代观众来讲，我觉得是个辅助，因为他们一半要了解剧情，还要根据这个唱词什么的来了解人物关系啊等等。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了解戏曲、走进戏曲是个辅助。对对。可是其实像你们之前的剧，就是像《霸王别姬》，可能是非常经典，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剧。可是像这一次的遗失的剧本有没有终于被找回来的背叛这个剧，可能就不是那么多人那么的了解。所以这会不会变成其实一些人其实就可以算是大部分的人对这个戏都不太了解了，对不对？对，所以一定要靠着字幕了。对对对，但是对于客家的观众来说，他们熟悉客家话，所以他们听就没有问题了。熟悉客家戏曲的来说，没有问题。所以其实还是会有懂得的行业的话吼，伫咧唐亚客家戏曲，迄无嘛较困难的啦吼。本来就冇困难啊，因为唔讲客话咩，除非你他唔是客话，你才可以看字幕。但是一般我看字幕是讲把佢唱的歌词看唔清楚，故说佢看歌词的时间，佢嘅听头嘅有冇，人嘅歌版啊、音乐嘅部分的时候，目足来啊看啊。哇，一心算两用，还要这样互相可以看一下，再来各位给拍案呢。我冇問題啦，因為唐嘅時的部分唔是一看詩嘛，係由唐時當看啊。所以對於情感的投入，就是觀眾朋友對於故事的情節的投入，其實影響應該不會太大。不會，我覺得不會，還是可以很深刻的知道反配係反配嘛，該東西。唔講好，剛才一開始嘅時間吼，剛才T通嘅時間老高總沒有講到一類問題啊，也就係戲曲啊吼，佢嘅人才嘅問題，其實後生人吼頭擺嘅問題較大一些，也還好，因為有咧國立台灣戲劇學院底度吼，有咧客家戲曲嘅，有多客家戲，客家戲呢？客家戲呢？哦，這叫就客家戲誒。是叫客家戲呢？對啊，有的呀，客家戲學呢啦。有的呀，呢個曉係咪真正有較多的人才嘅？當然有啊，佢當然都訓練人出來啊。一年最冇咩有招生招33。唔講咩可以有劇團可以暑假掉咩？係冇？某一發假掉用嘅嚟做一啲演出啊，係有表演的機會咩？故所以。我劇團就暫時冇辦法結束啊！我就想去停停嘅。做乜嘢人講哦喲，就因為會有一啲劇團係冇，要係客家戲，總會有按多年有冇？做到有看到按新，又有同經典咧。聽講吼呀，用型嘅劇團，後尾真有啲海外嚟做一啲表演吼。有啦，當然就會帶下到。故事就做唔得停啊，係冇？某一把海外向前做得看到一客家戲，然後就看到客家戲係唔係？人會有含較無共樣嘅感情吼。哦係哦，而家就看到真情感當然就出目子吧。無論戲劇係乜嘅什麼樣的戲，是感情戲還是喜劇，都還是會。就會叫吼，因為也真經係其他條播一隻鴉片，就係台灣其他條清傳統嘅一類戲劇吼。戲碼鐵，理想杯獎吼，多年嘅。我就去一下表演鐵，佢做得，佢也就大家上前做得攝手啦。第二，這個看到人哋嘅戲出嘅時間吼，當然會大家就有。
无腔感触吼，真紧大摆吼本呀戏曲噶吼，无论迄剧团啊吼，迄有无腔用，因为大摆戏都无腔用国家，其实加着泛音的无腔用吼。错。戏都嘅片唔但唱迄台湾的乡亲，其實沒有外國人吼。哦有，大擺去做太陽愛都出國的時間，那個字幕唔係單唱中文，一片都英文，還有英文呢。對啫。加着看，其實加着看有看無吼，可能係一回事啦。佢真主要佢喺看到伊咧傳統無腔用嘅伊咧表演嘅方式吼。佢嘅上夫啊嘛個老西風嘅都無腔用。我也按多年，大概5、6年啊出國吼，所有出去表演吼，各國除咗人自家鄉親以外，當地嘅也個安尼外國人吼，也親有咯。真嘅，因為佢嘅服裝啊嘛個吼，因為像畫面方有看到嘅，他家喺巡迴演出嘅畫面就抽嘅有動到。唔過就像他陳樂導演講嘅腔用，因為呀客家的戲。其實是好像感覺比較容易上手，可是上手不是說簡單吼，那種容易什麼的，其實還是要有底子在的。其實它的平易近人，其實是在曲調中，可能在對答上，可能沒有像京劇這麼的深奧繞口的感覺，是嗎？是有這種的呈現方式。對，我覺得它一些曲子很輕快，小調的那種感覺，就是還有一些歌的那種元素，是吧？所以就是比較容易。它那個皮黃確實是彎啊什麼的，還比較難嘛。對，懂得會填上有天上大孽。嘿呀嘿呀！可是這一次，可不可以導演來分享一下你這一次與榮興劇團這一次身為一個導演，然後這次合作經驗？感覺還是一樣愉快，一樣愉快。而且我第一次到榮興劇團的時候就被那種環境吸引，然後在前面排戲，然後大家一起在後面吃飯，就像一個家一樣。我第一次的時候是特別有感觸，然後這次還是一樣，都成為朋友了。尤其這些演員也年輕，跟我的年齡都差不多，那小弟弟妹妹這種感覺，然後在一起合作非常愉快。他們接受我的東西也比較容易。另外，我從他們身上也學到很多東西，包括一些戲曲的這些肢體的一些運用啦，這些東西我覺得很愉快，非常好。哇，真勁呢！有一擺吼，也剛下有談到吼，陳樂導演吼，佢沒有分享到嘅，佢一擺合作嘅過程吼，好，一下咧，等下吼會有兩位演員嚟到現場哦。佢說一下吼就先感謝教總，還有導演，然後現場吼來大家分享按到。佢說一下大家先嚟先看一下，等下就有兩位演員嚟到現場來大家分享哦。